全台各地进香团持续强下，轮到表演嘅是大家拢当认真，因为收人唔收钱。你喺当年Q6 5月初七之前，分享出去嘅靠线先师庙转祖庙各项嘅现况。有啲村伍係冇到台中東市嘅路行人嘅，看到冇？幾台花車當貼片係建築愛用到嘅工具。這火車是代表神師，這種伊發明嘅，就是講，咱為了要推廣咱卡城神師伊這個傳統嘅文化，伊發明嘅精神，伊創造這工具嘅這個。這用心讓咱後代會當繼續傳承落去。靠線先師要按照魯班公、公輸班、春秋時代魯官人係木匠建築業界祖師爺，因為發明一道好用嘅工具，本人尊敬為土木建築嘅宗師、發明家嘅宗師。呢種世界都天然下挖出現嘅工具，按照 metal 相傳就係靠線先師所發明嘅。那其中還有一個故事，就係王八靠線先師做事嘅下，就麻煩佢嘅母親同另外一片橋血，不過佢感覺安尼都冇方便，每項佢就發明一個橋，實際而家人完成工作，所以每項嘅人為咗感應靠線先師嘅好心，就推按照板木又係木橋。呢款是同標裝片嘅工具，按照跑道，相傳又係靠線先師所發明嘅。有種車按照文公車，相傳也係靠線先師所發明嘅。特別係佢上邊還有彩色顯示關語一條事。關，呢個要做關，關會要安尼作嚟，呢個語，中語一個。就連直接聽到比論圖專家面前點本地嘅新語，班門弄斧，其中嘅班就係記錄班，實在知道靠線先師同歷史上嘅地位有幾高。有一件木盒袋，按木下底度還有門窗，還有桌燈、櫥櫃，特別它這個生活能得真安全、很方便，呢一種係乜嘅？是係先師給人頭白嘅智慧留落來嘅，本安尼嚟。面前一座金光閃閃。滿內充滿設計感嘅建築，就係靠線先師祖廟，也係台中人東西鎮新路嘅廟史。其奇妙嘅年代同演員，實在都將係200萬年前嘅清乾隆時期。對乾隆26年講起啦，今晚是東西啊上街外，嘅清朝皇帝呢，拖嘅屠牛港石屠牛橋，禁止漢人過嚟邊開發。咁我因為佢愛飼料嘅做上嘅材料，所以佢派軍工來東市，發現兩真多嘅太長樹、嘅太南樹。呢啊都多樹誒做木材誒，佢嘅先師呢就係魯班公當其實呢方面呢，為到佢嘅工作順利，呢方面呢希望講佢嘅先師變神變仙嘅嘛。保護嘅人工作順利安全，所以就將靠線先師嘅任期就停過了那片。市民同泰山馬都開發，當場得到靠線先師嘅必要，唔單止工作平順，還當時受到原住民嘅攻擊，所以幾年過後就涉資媒體來奇妙。台灣來講呢，以農業做太規模嘅呢種嘅開發啊，是東西先開始，所以講靠線先師無土地啊位立基變成個祖廟，而後個延伸到全省各地方過去。特別嘅係，除了靠線先師之外，市民還服侍河入先師同魯公先師。河入先師內水上嘅祖師爺係靠線先師嘅弟子，發明內水入嘅工具。因為古日攏用河入包喺桌上嘅腳，所以將按照河入先師。魯公先師打天入5金入嘅祖師爺，來年有2屆，一個係唐朝有名嘅將軍吳奇公，傳說佢細漢時是做過鐵匠；另外一個來年
系讲卢公先师就会太上老君。进前啊，是单独来是服侍那个干那考信先师的啦。但是到尾因为那个建筑业地步，干那干那木材是唔行哩咩啊，所以必须要连基嘛，嗰连内水咧，将要完成这个建筑咩，所以讲三个建筑性质向下服侍安尼。三位同无强款行业两百个主神，受到后人嘅尊敬同祭拜。日本一处考信先师祖庙，变做台湾罕见嘅行业神庙寺。每種嘅行業佢當然希望講嘅行業會發展起來。那希望嘅發展起來，當然是希望講有一個中心嘅人物來帶。希望我嘅商台人中間有安尼嘅成就，兼比安尼將一個有呢個行業合作，將有呢個判合適，你講。中國人那個基本嘅想法就講你講是需要驗選源頭啊一般來講，行業是真少講像東西咧考信先師廟就安太健嘅廟，而且呢，佫分布落去全省300塊嘅廟日頭係文史工作者根據文獻同歷史所畫出來寫明作書嘅圖片，安尼嘅生活情景，也拄好實際說明東市發展史同考信先師祖廟嘅關係。八仙山林場作書4六以來都作有好叫，所以東市人也都是有賺到八仙山林場嘅錢，因為佢林場地方做新咩，菜米油鹽，佢會對東市賣。到民國來咧，要作那個太石山林場你太石山林場因為係貓樹因為係作樹拖拉古嘅人在拖拉古用樹葉嘅人，佢因為係栽太樹多少佢因為為了拜講做了就寫貓了樹要來賺錢，所以先師廟來講，對呢個東西嘅發展，對東西嘅經濟嘅帶動，實在講影響真大。除了對東市嘅發展當重要，考信先師祖廟本身也當有特色。就拿門對來講，一般廟寺嘅對聯通常攏係套頌揚神明、拖拉片，電動係當做建築愛用到嘅工具，結合工藝、技藝傳承嘅等等。英國係先師嘅神明，希望講將今日嘅技術，而推傳落去，莫是傳大樣都學到來，10分學到10分，安尼將要搶，按你講見學見難跟人都講到話，哎喲，我冇搶人都冇搶，本相師傅是咩安尼樣？也就因為考信先師嘅精神感受，所以當然托佢生日之前。全台各地分享出去嘅廟寺，弄過來祖廟各鄉。慎終追遠，傳承對先師嘅尊敬。第一，伊嘅聖誕進程來，尤其阮這是直接分享出去，一寡經驗教我。先師嘅技藝有啥物特色嘅所在？假使阮發現無夠，人有保存起來，那麼會當大家互相交流。現場就是祖廟，台灣全省嘅祖廟，以前就嚟按祖廟各鄉出去，往年到了5月初7進去，都要搶新尊轉咯，意思就講做乜嘅意思啦。分廟嘅新尊準備回家，進香團嘅工作人員還會到祖廟前各自進行一場表演，
表示对祖庙先师的尊敬。这是一种食果子摆薯条的表现，一种宗教法统的热情，一种传承文化的感动。恭请孝信先师太天尊、护业先师、鲁公先师、本庙烈性高真菩萨、三界神士、十方诸神仙。恭请上报错，全体拜，再拜，三拜。5月初7之时，祖庙那片会举行祝寿太典，无动态的排场，无锣鼓碰天，游街只有献酒、献香、献花、献果一条简单的仪式。同大家对先师的信心。再拜。祝寿太典其实这个方式形式哈真多啦哈，啊各体各宫庙也无同款，啊当然以我们来讲是以真正统的一个方式啊哈，啊但是人讲也唔可以太复杂哈，以按那简单隆重来个规个过程是讲非常的按那隆重。再见用，三个用，练习。孝信先师上发通界另外一项歌潮就会释放，两日由祖庙来请各地分庙界工作人员，一方面为了大家按多年来的辛苦，另外也算是一种实体晚宴。同心民气，唔知本来吼，做来平平顺顺咯，吼，啊做来就得钱好错咯，去了呢如果愿意顺咯，吼，当然做了玩啦。庙方知道盼做讲啊，那个拜日拜的将个拜日个生意啊，就用了点强人盼做，吼盼的，按照大家来释放，是的先师书本按来复分啊，按努力按的意思啊。释放的是，大家有人饮酒打嘴鼓，有人享用美食，有人相互联络感情。两部演除了庆祝孝信先师上嘅法统顺利成功，也同其他名人列个细节嘅到来，同研究女权传承，还有推广孝信先师嘅精神同文化。